500萬珠海市中心嘅大平層啊，240平方。你睇呢個陽台都有30個平方，無人機可以配送外賣到屋企門口㗎。嗱，別墅就住得多啦，大平層嚟感受下先啦。好，嚟到我哋室內咧，可以見到3面採光嘅大客廳，喜唔喜歡？客廳開間8米闊，哇！層高3米，中央空調，仲有全屋嘅家私電器都係齊全嘅喎。樓下就有4000平方嘅業主會所、健身房、游泳池、瑜伽室、會客室、宴會廳等等，應有盡有。大平層嘅標配係咩？係2梯2戶嘅私密性啦。嗱，電梯間咁大，都係你屋企嘅私人空間哈。240平方做5房5個衛生間哈。入門口左手邊就係兒童房、書房、公主房嘅位置，非常之靚哈。嗱，共淨分區嘅，然之後入門口嘅右手邊咧就係我哋嘅客房套間、主人房套間噶啦。整個空間非常之靚。嚟到我哋主人房套間，咁大張床，仲有私人化妝間，一排到頂嘅大衣櫃，睇落去就係安靜嘅園林景觀。500萬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